不去评论他讲核废水的内容的部分哦，但是事实上，依照我过去在外交部的经验，事实上在这些重大的国内的政策争议的时候，通常外交部会有一个完整的政策说帖，给这些我们相关的驻外代表来做一个参考。也就是说，请这些驻外的代表或大使们，在驻在国的这些产官学界适时的跟当地做一个说明。那因为是属于这些重大的政策的争议，所以事实上就我过去的经验，外交部是会拟定一个官方的说帖，有可能是中文、英文，甚至有西班牙文等版本，让这些驻外大使来做一个参考，这样比较有一个一致的说法。这是我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像谢长廷这样子的案例，是不是有点就是超脱所谓外交礼节或外交部的管理？我不晓得外交部内部怎么跟谢大使沟通的但是依照我过去的这个经验，的确是这一些有可能会去影响到这个所谓双边关系的这些重大争议的政策，比较安全的做法应该是说，外管要透过外交部跟国内相关的部会先做一个确认，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发言，这个会不会造成一些不必要，或者说这些没有预期到的一些反应，这通常是这样子。但是就针对谢大使这一次这个核废水的这个争议，事实上我并不清楚说这个外交部跟谢大使他们是怎么样子沟通的。外界认为说谢长廷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言，是因为说，就是比较亲日的发言。如果以您过去担任外交官的经验，如果是也就是说可能不想得罪友邦，或是不想会得罪其他国家的时候，可能遇到类似问题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谢大使有没有亲日的，这个我不会去评论但事实上，每一个驻外代表，每一个驻外大使，原本就应该扮演一个与驻在国亲善的一个角色，这是基本的。那你说谢大使本身有没有在这个角色的设定上有太 over 的状态？这个我想每个人有很主观的一个看法。但是驻外大使、驻外代表原本就是应该扮演一个驻在国跟他的本国去沟通的一个桥梁。您自己的如果是以您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可能会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过去当然我没有当到像代表这个层级嘛，但是我想就是说整个驻外管处从最基层的秘书开始，一直到往上最高的这个代表或大使，我想在这些重大政策争议的做法，依照我过去的经验，应该都是要先向上请示，就是说，这个政策、这个争议、这个议题，那我们这样子讲是不是安全的？有没有符合目前国内的统一说法？这是我们标准的 SOP 啦，对啊。